华视好新闻，台南连心恒庇护农场辅导时罕儿种高丽菜、卡马豆甲马仔菜等等的农作物，最近来收成一批天霸王的高丽菜，摕来义卖，有不少善心的人士来购买，一粒拢卖到1万外块。一粒拢非常大粒，比人面大2-3倍，根本摸唔起来。天霸王高丽菜，你敢有看过？这是由台南连心恒的庇护农场辅导时罕儿所种出来，每一粒直径大约有50公分的高丽菜。平时就是土壤加迄款的培养已经迄病虫的降上爱低，所以讲有法度种出15-16斤。庇护农场对去年引进市农教育，辅导10位庇护员工，将柑仔米大入卖高丽菜这农作物。最近温室内嘛收成一批天霸王的高丽菜，每一粒破万的，不过也是吸不少善心人士来买。阮会种出个愈优质、愈好的蔬菜水果，来供给互大家有一个安全健康的身体，有好的食物。前到当捌看过这尔大粒的高丽菜，吸引不少民众来这翕相。嘛，伊直讲真正是不可思议。庇护农场以辅导就业的方式，协助轻度的身体障碍朋友成做青农。这次嘛种出好成果，嘛，互人看到时罕儿发挥的自我价值。